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17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我好感恩啊，好健康，好早起身，好有趣，好有活力，好有耐性，好有記性，好輕鬆，好識得照顧自己，好溫柔，好自在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一齊創造空間，好感謝我媽媽好有趣，好感謝我爸爸有活力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好活潑。我仔我係起身，醫生返學，我好感恩可以睇，我有咁樣可以食嘢放覺有嘢睇，好得意媽咪有一把好得意嘅聲音傳嚟。好感謝阿仔，覺得好得意，感恩魔法令到我哋越嚟越得意。我知道拜拜。快啲事。